国发会伫咧昨发表2050净零排放的策略，希望2050年的时阵，这再生能源会当到7成，加上27%的火力发电。不过，环保团体认为这27%的火力发电比率也是上过悬。伫运输的部分，较看重电动汽机车的推广，宣布促进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计划。国家发展委员会30提出台湾实行2050年净零排放的策略，未来要用6成多的再生能源、1成的氢能，加上27%的火力发电，搭配碳捕集技术做发电的主体。但是环保团体3表示，碳捕集技术也有无确定性，还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来评定火力发电退场机制。因为它成本跟技术不确定性比较高，它如果研发出来一些产业部分，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热能的部分，用 CCUS 去帮助产业减排。那你能源的部分还是尽可能用可再生能源。现在27% 的火力，第一个就是不知道里面多少是燃煤。那再来说，27%还是比国际上在谈这个可能火力整体都要降到10%以下，甚至更低的这样的一个占比来说，还是过高。另外，环保团体也指出，国发会策略对耗能产业的转型计划也阁无够，伫运输的部分，较看重电动汽机车的推广，促进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计划需要阁进步。环团建议未来规划有路策略的时，应该要加强甲社会的对话。在过往1年多的时程里面的话，我们大概只有7次的那个对话会议，而且这7次的对话会议来讲的话，都是针对不同主题。公布前2周的时候，环保署啊，或者是其他的部会有办一些对话的会议，但那时候是我们才看到是说那个路径的那个。的初稿，但是跟昨天公布的那个版本来讲的话，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。环团讲过去的会议拢欠缺长久有效的对话，呼吁改善。国发会针对这点也无提出正式的回应，但是表示伫所落来的立法院议会、公听会等等，拢也有机会会使收集各界意见。记者郭军郑派文台北报道。